这件话对私立大专校园影响是真大。有私立大学校长就表示讲，未来5年因会面对上大的挑战，建议政府也组织国际学生哦。今仔早起，立法院嘛召开公听会来听各界意见。政府决定明年开始补助私立大专校园学生学习费，各界乐观其成。不过，除了将国家经费直接放在学生身上，在少子化办学困境之下，低薪水也是高教人才流失的主要原因。其实应该也来补助给私校的老师，那就是让进一步的保障私校老师的劳动权，而不是说全然只有补助于私校的学校。专任教师含专任教师在内，调薪差额的70%。明年113年，军公教再调薪，本部也会原力办理。113年度私大学术加级得到政府补助70%，不过对私立学校来讲，就亲像甲公立学校的差别大区。那对老师不好，最后吃亏的依然是学生，尤其是少子化，未来5年才是真正的挑战。未来的5年才是真正失效的挑战，所以各校应该绷紧神经，学校呢可以做一些转型，精致化经营，缩小规模，发展特色。不过，各校想尽办法，希望扩招国际学生来运行，也个扩充其他资源。参详系所停教的同时，也要重视学生的声音。会议的过程之中，学生代表的比例为何？学生代表的意见是否有被妥善纳入等等，我们认为都是应该要被考量进去的。有私立学校在公听会顶悬表示，学校为上好的时阵，一班2000人规模，那个即马只剩1200人。少子化造成的危机，要如何协助私立学校平顺退场、活化资产，拢需要更加完善的机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